各位善信香港市民朋友，我係玲瓏子，法號玄妙。睇見我土生土長嘅香港大埔鴻福園發生嚴重嘅災害，慘劇令人心痛。對於不幸嘅罹難者、傷者同家屬，我以最沉痛、真誠去慰問大家。為咗回向今次事件中嘅往生，包括亡者、往生寵物同埋嬰靈，能夠早日離苦得樂、往生善道，我將以微薄之力自掏銀包，為大埔鴻福園罹難者舉辦免費超度同埋慰靈功德法會。今次佛教儀軌將會由我免費全包，大法會包括放焰口、超度、衣包壇城、供花供果、供食等等，並由千年古剎龍泉寺多位德高望重嘅大德高僧如法主持大法會。所有衣包亦都會喺焚化前於大雄寶殿內依法加持，所有經費由我一力承擔，1蚊都唔收。鑒於今次事件中或者有更多未能夠即時統計嘅亡者，我會視情況或者舉辦多場免費功德法會。作為香港人嘅我，以盡心盡力為大埔鴻福園因此極級火災而罹難嘅一切亡者、往生寵物及應生未生嬰靈完成超薦之願。同時，如果有需要嘅話，我亦都會免費贈送由千年古剎石佛寺加持過嘅5色平安繩，給予鴻福園居民，以表心意及祝願。我除咗係佛教嘅護法士之外，亦都係道教龍虎山68代天師一脈，呂山派三品8大高根法師之一，星宿大動經錄傳承多個法脈，並且傳承玉皇派55代，香港史上第一位傳法繼承人。由於呢段時間要經常往返中港兩地，如果時間配合到嘅話，往後日子我亦都會安排道教超度科儀，為往生者超薦，費用全免。作為香港市民，希望盡一分綿力。法會完成後，我會親自向家屬提供儀式錄影作回向證明，並且鄭重承諾，儀式衣包錄影只會交於家屬，並不作任何宣傳用途。如受難者家屬需要心靈協助，我亦願無償提供心靈支持及能量治療服務。我亦都係全球168個國家簽發批核國際催眠導師，包括西方學能量、心靈治療等等超過20多項範疇及履歷。LA Energy 品牌由我獨立一人經營，並唔係慈善機構。由我連結嘅全球性高功法師，不分宗教，皆來自世界多個歷史悠久嘅寺廟或者係道觀，願以此善緣利益眾生，能力越大責任越大。今次死難人數眾多，喺出呢個 post 之前，我用陰盤奇門遁甲問過個天，究竟我應唔應該幫手？答案出咗直符，叫我可以去做。而呢個伏吟局相當不妙，身霧埋土，困龍招災，赤馬個火勢過旺及快速，死亡人數就如天瑞死門，需要醫療但難救治。而喺佛教嘅超度儀式中，我必須要經過罹難者嘅家屬同意允許，先可以為佢哋服務。同時我要得到罹難者嘅資料，所以在此希望咁多位見到我個 post，幫我分享出去。喺呢一次嘅災難中，香港展現咗守望相助嘅精神，包括多位商界及名人、明星歌手、各大機構、慈善團隊、各大商家、小食店、各大市民、義工，以至學生，願逝者安息，傷者早癒。喺呢次事件中，消防員無私嘅奉獻去守護我哋家園，謹以最真誠及崇高嘅敬意。何偉豪消防員，你嘅專業、勇敢及犧牲精神，永遠記住，永遠感激。好啦，任務已經完成，落更啦，好好休息。